因那1934年伫新店怀山出世的朱钦红仔册画家刘兴钦，过去是以阿三哥大进步的红仔册人物开创咱本土的漫画，嘛红讲伊是咱台湾本土漫画的头一个。今年伊是满90岁啊！新竹县的文化局今嘛伫美术馆特别举办扩大展览，要互民众同齐来了解咱台湾这段红仔册的发展史。趣味的阿三哥大金箔是不少50-60岁人珍贵的记忆，也是台湾本土漫画初期的代表人物。册面讲起过去迄段时间，心肝内满满拢是回忆。国语日报出来就大家抢着看啊，这个看轮了第二个看，第三个看，一定要排队抢着看。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3C的娱乐。今年已经90岁，刘兴钦表示，虽然是因为看牛的气力无够。老爸介意看牛爱比头脑，袂当比气力。自迄时开始，若是遇到困难，就用头脑去解决。最后，这个故事变成国小学生课本的教材。你的力气要是比牛大，你来耕田就好了。我们何必养牛？我们不能跟牛比力气，要比脑筋，要动脑筋。因此，这句话也上了小学的3年级课本。非常的重要。从此以后，我凡是碰到困难，我就动脑筋，就万事解决了。刘兴钦以身躯边所发生的人参故事，画出台湾过去民国60年代发展的历史过程。红仔册把成做真侪人细汉时共同的回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